呢啲資訊我哋日日都接觸到，但對一啲智障人士嚟講，其實係一種壓力。佢就好似一幅隱形嘅牆，擋住咗佢哋同世界嘅聯繫。不過，由2023年開始，易讀製作就誕生啦。我哋將複雜嘅資訊轉化做容易理解嘅圖畫同埋文字。喺度話我哋打咗上夜更。喺呢一度，佢哋自己睇得明，可以獨立咁樣去參與。除咗係接收者，更加成為提供者。佢哋唔再係被動咁樣去接收資訊，佢哋仲要係簡易圖文嘅創作者、審稿員，係呢一個社會嘅知情人。簡易圖文可以為智障人士打開理解世界嘅大門，擴展佢哋嘅想象。同時，呢個過程都可以俾大家學識點樣有效咁支持同埋理解智障人士。東華三院相信易讀製作可以促進一個更加友善同埋包容嘅社會。